睇詳細內容。4個女人懷疑接受一間醫學美容集團嘅治療之後，其中3個人出現敗血性休克，喺深切治療部留醫，情況危殆。另外1個人確診為敗血病，情況穩定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對事故表示震驚。衛生署話調查發現，一共有44個人曾經接受相關嘅治療，並指令涉及嘅美容集團停止有關嘅療程。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。涉及事故嘅 DR 醫學美容集團有30幾間分店，3個女人都係喺銅鑼灣分店接受療程，部分樓層繼續營業，有人出入。小姐嚟做 facial 定係做咩㗎？小姐係咪職員啊？衛生署話3個女病人接受靜脈輸液嘅療程，聲稱能夠增加抵抗力、治療濕疹、促進健康等。事後全部被診斷為敗血性休克同血管內瀰慢性凝血反應。第一個病人56歲，本身有長期病患，星期3接受治療冇耐之後發燒，返屋企晚上腹瀉嘔吐。另一個46歲女人接受第2次療程之後發燒同腹瀉。另外1名60歲女人療程期間已經有發冷、頭痛等嘅症狀，1日之後發燒，星期4晚轉送聯合醫院深切治療部。涉及有3個病人呢，就接受咗，據報呢都係將自己嘅血液經過處理之後呢，就再用靜脈注射翻入自己身體裏面呢。有咁嚴重嘅事故呢，我係非常之震驚。而正如我講呢，呢個係醫療嘅行為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係醫療行為的話呢，一定係要有醫生嘅負責範圍先做得。我可以向大家保證，呢件事呢係一定個性質係非常之嚴重，係一定要徹查。衛生署聯同警方展開調查，到位於科學園嘅亞太幹細胞科研中心搜證。衛生署又指令呢一間美容集團停止有關療程。DR 醫學美容集團發表聲明，話進行靜脈點滴療法嘅醫生並非受聘於集團，病人喺注射之前，醫生都會評估，以專業知識判斷係咪適合注射。集團會協助政府追尋事件起因。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道。而確診敗血病嘅59歲女人喺上個星期6接受療程，出現發冷、頭痛、嘔吐、呼吸困難等嘅症狀，喺今朝入住伊利沙伯醫院，而家情況穩定。而衛生署呼籲曾經去 DR 醫學美容集團接受治療嘅人士，致電衛生署嘅熱線21251133提供進一步嘅資料。熱線今晚會運作去到10點鐘，之後每日就會朝9晚5運作。有醫生話，敗血性休克係嚴重嘅併發症，可以致命。估計病人係接受靜脈輸液治療嘅時候受細菌入侵，亦都唔排除提供治療嘅公司重複使用儀器或者係藥物。涉及事故嘅美容公司網頁列出唔同嘅美容技術，涉及今次事故嘅靜脈輸液治療，專家話係高風險嘅醫療程序。如果過程受到污染，例如重複使用儀器或者藥物，都有可能受到細菌嘅污染。受到呢啲微生物嘅毒素污染，直接注射入去個人嘅身體裏邊咧，咁呢啲毒素同微生物咧就會喺血液裏邊咧就走去我哋五臟六腑，咁個細菌微生物佢會繁殖啦，咁所以個病人咧就會血壓低，會出現休克嘅症狀，咁受到影響嘅內臟咧會出現器官衰竭，咁病人咧就會有嚴重嘅併發症。咁有機會咧，因為呢啲器官衰竭咧而死亡。血液專科醫生話，處理體內細胞嘅過程非常嚴格。咁一般都係啲嚴重嘅血病啦，或者血癌嘅病人啦。咁喺個骨髓移植嗰個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會做呢啲咁嘅處理，係病人嘅血幹細胞啦，或者骨髓細胞去做呢啲咁嘅處理功夫。呢啲一般我哋做嘅方法都係會喺醫院度做啦，就喺即係無菌嘅實驗室入邊做。專家又話，細菌入血嘅病徵包括發燒同休克。咁如果入血嘅細菌量比較多，病人喺幾個鐘頭之內嘅情況會轉差，甚至係死亡。
至於美容公司聲稱自體細胞治療能夠改善皮膚嘅質素，有皮膚科醫生質疑有關嘅技術缺乏科學證據。咁主要嚟講個原理咧，就拎到啲血小板，然之後用個鈣質將個血小板溶化咗，咁血小板入邊係有啲生長嘅分子，咁希望打落皮膚度咧，導致皮膚重生。咁暫時嘅醫學文獻都唔係好，都係較為少。冇錯，所以咧就我哋唔會提議人哋咁做。佢又提醒市民做任何療程之前都應該諮詢醫生嘅意見。無線電視記者伍偉偉報導。而消委會批評而家嘅法例對醫學美容服務缺乏監管，有美容業人員工會都認為，當局應該盡快立例，清晰界定普通美容同埋醫學美容，保障消費者。近年唔少美容中心都以醫學美容做招來，聲稱可以透過醫療手法改善皮膚或者身形。消委會希望當局研究以發牌制度監管提供醫療服務嘅美容院。對於某一啲嘅美容院，佢去招來嘅係或者佢推廣佢用一啲醫學嘅，其實呢一啲係咪應該要同傳統嘅美容院要分開嘅咧？佢係應該要有一個領牌嘅制度去規管佢嗰個嘅運作，去規管佢嗰個服務嘅質素啊，同埋安全程度。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就話，當局應該界定醫學同美容嘅分別。一般嘅美容院呢，都係做一啲叫做皮膚護理啊、化妝修飾啊，同埋一啲纖體塑形嘅服務嘅啫。咁但係喺醫學上呢，咁大家都明白到，逢親醫學咧都會有創傷性嘅，而且佢係運用手術啦、藥物同埋醫療器材咧嚟輔助嚇。咁無需可能有啲要即係專業人士嘅技術嘅服務啦，去運作。咁變咗咧，其實喺呢個消費者度個角度嚟講咧，佢哋未必係清晰到嗰個服務。總會又認為事故責任應該由相關嘅美容集團承擔，並唔係由個別員工負責。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。下其他消息，懲教署人員將釋囚嘅尿液樣本調包案，2個被告喺東區法院各被判監3個月，獲准保釋就刑期上訴。2個被告已經辭職嘅懲教主任鄧桂文同已經退休嘅1級懲教助理梁少榮，案發時隸屬喜靈洲戒毒所更生事務組。2個人被控喺09年4月至11月期間冇到釋囚嘅屋企或者工作地方探訪，又冇正確填寫監督記錄。而梁少榮更加將自己嘅尿液樣本同吸毒釋囚調包，令到釋囚通過藥檢。2個人承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。暫委裁判官惠爾寬判刑時話，2個被告冇履行職責，違反誠信，令懲教署蒙羞。判刑要符合公眾預期，亦都要令其他人有所警惕。考慮2人公職紀錄良好，真誠後悔，事件唔涉及貪污，以4個月做量刑起點，加上被告認罪，各判處監禁3個月。2個被告獲准以5000蚊保釋，等候就刑期上訴，期間唔准離開香港。暫委裁判官惠爾寬話：佢從官幾十年，睇過數以百計嘅求情信，但冇一封比今次由2個被告提交，由朋友、老師、現職同退休懲教署人員所寫嘅嚟得真誠同動情。懲教署話尊重法庭裁決。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道。